台湾话艺术水较好。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好朋友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今日要讲啥？要讲社会有一款人，安尼四界去爬山，见交就交一寡社会的，长尖引线，牵亲引戚，飞飞三做。咱讲迄款人，专门会晓乌龙蛇道，是讲国情啊。乌龙蛇道即句话，社会加减捌听，啊，天国对倒来。我看到资料，有专家咧讲吼，真有可能对戏文《水滸传》内底一站来。煞毋知《水滸传》内底一个角色叫做罗俊义，伊就是伫乌龙院去掠着因某甲厝里的使用人偷来暗去，结果罗俊义要甲因兜迄个使用人掠起来拍，到尾啊，咱要甲拍伊要走咧，两个拍箍，但乌龙院内底一个刀啊，你走我入，我入你走，一直洗，安尼讲叫做乌龙蛇道。啊是安那讲到尾啊，乌龙蛇道会变国情安尼讲，即个飞飞三做，啊，搁爱另外研究咧。毋过咱嘛知影讲迄个熬爬山的人，有当着啊吼，毋是真正有实力，是用个碰风的。这原来一句成语，讲叫做乌牛大影。啊，即句安怎样解说？煞毋知影迄牛乌生乌鲜，细只。毋过日头落山，你车驶的时阵，日头光照过来，影拖较长，专门咧欺骗迄个毋捌的人，专门咧欺骗迄个故意的人，专门咧欺骗迄个无知觉的人。乌牛大影尔，你免甲信道。毋过咱知呢，咱知影讲吼，那国情头拄我讲，迄个牛爬山，拢歹心恶落度，拢心肝内吼，不是咧想价值要共害。社会有上米饲饭有人，确实有即款人。原来一句成语咧讲啥？咧讲火炬难度。我国情啊，即句原来加减捌听。啊是安那讲对火炬去，敢毋是定定有人讲歹心难度？对，毋过我看到日本时代资料讲，火炬就是早前农业社会一款照光照明的器具，因为形体敢若牛咧，人讲叫做火炬，内底就是点火油，毋则讲叫做火炬。毋过你咧点的时阵，都要对中迄个中心点，你毋通火甲引对火油去，因为若火油但火炬内底一直烧一直倒的时阵，空气伤过巴掌，砰，火炬会爆炸。所以代志若要产生，拢是对火炬，迄个火炬要爆炸，拢对度生烂，因为你无地讲嘛。所以代志要产生重大的时阵，拢是对咱无去发觉，拢是对上界内底上界秘密的所在。所以专门咧想迄个火炬难度歹价值，你都要提防，都要警觉啦。